大家好，我係泰，今日喺澳門。話說疫情之後咧，都未嚟過澳門啦。細個因為屋企嘅關係，都會經常嚟嘅，所以今日先去揾翻啲回憶嘅味道。首先我一定會去嘅咧係呢間澳門街坊都識噶啦，西環安記，因為佢有我最中意食嘅辣魚包，即係有咖喱醬汁嘅沙甸魚夾喺脆脆嘅豬仔包裏面。記得一定要嗌多一杯手沖奶茶，橫掂都係咧就掃埋個豬扒包。豬扒包我就會去青山造記，因為嗰度咧可以加勁邪惡嘅芝士。順帶一提，佢哋嘅西多士同埋好少見嘅炒通粉都係好出色嘅。去到舊城區大三巴附近，大家可以嚟敲下呢一個鐘，因為敲咗呢個鐘咧，你就可以 order 一杯 cocktail， 無論俾錢啦同埋攞嘢飲都係喺呢個窿嗰度進行。個杯仲唔使還嘅，等你多一件道具咧，可以拎住嚟通街打卡。再行篤啲，我哋就去到沙梨頭市政綜合大樓呢度咧，有個熟食中心，有間叫中國名粥，由一對老夫婦主理嘅。嚟呢度咧一定要先預訂，因為用料咧真係豪華級嘅豐富同埋新鮮。你睇下呢一煲7至8人嘅水蟹粥，有幾多隻蟹喺裏面，仲有炸得極度鬆化嘅魚餅，同埋呢一個薑葱鮑魚加粗麵底，哇，簡直驚為天人。仲有其他海鮮都好味。老闆話退休之後咧就未必再有得食㗎啦。